放开！你们不就想让我董小婉出宫吗？老实说，我原本也不想待在这宫里。那请你们放了扣扣，放了他，我们立刻出宫。要出宫可以，这宫门是大开的。不过，在你临走之前，需给皇上留个信条，说明是你自己愿意走。皇上对姑娘的情，实在是太重，太重了。如果姑娘真的要逃出宫闱，那就会彻底的将皇上打翻在地。看来兰贵妃娘娘也害怕皇上知道这件事。既然这样，那董小婉就不出宫了。董小婉要留在这宫里，把今天的一切都告诉他。倘若娘娘敢把我董小婉绑着送出宫，那董小婉就要唱戏喊天了。我要守在宫门外，我要等着皇上回来，把这一切都告诉他。除非娘娘把我董小婉杀了。好，你是不知道这宫中规矩的厉害。杀你，那倒还不至于，本宫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。不过，要用后宫的家法惩治你和你的侍女，那是信手拈来。打！扣扣，扣扣，扣扣，你们住手！住手啊！扣扣，扣扣，住手！扣扣，快住手啊！挺得住吗？姐姐，扣扣挺得住。扣扣，放开我！扣扣，扣扣，你看看在哪？你要替我报仇！启禀娘娘，已经杖刑完毕。好，董小婉，到你了。你是主子，就罚一半吧。什么？打了扣扣，现在连我也要一起打吗？你们瞧瞧，这位来自江南的野花，他以为他是皇上带进宫来的，咱们就不能罚他了。皇后娘娘，董小婉都同意要出宫了，后来又犯佞了，而且还公然与兰贵妃顶撞吵闹。兰贵妃极为狂怒，后来下令要责打董小婉，可是兰贵妃没有这个权利，便索性让臣妾来讨娘娘一个手谕或者口谕。兰贵妃发怒了，好啊，兰贵妃发起怒来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。可惜本宫被皇上停了中宫监表，尚未恢复，本宫怕是不便下这个口谕了。兰贵妃说，昨儿同娘娘一同去了慈宁宫，讨了皇额娘的旨意，赶董小婉出宫是最大的事。可
可是如今董小宛不信咱们敢打他，我想他要是挨了打，定就不想也不敢再待在宫里了吧？可不是吗？皇额娘明确表示，要让董小宛尽早出宫的。兰贵妃说，娘娘就算停了中宫监表，但是惩处像董小宛这样没名没分的女人，以娘娘的权力，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兰贵妃还说，娘娘若是不肯下手谕或者口谕，咱们便无权责罚董小宛，那只好离开南院了。如此一来，董小宛定不会离宫，我怕这往后会藐视了咱们，翻了天了。手谕就不必了，给兰贵妃传本宫口谕，让兰贵妃代本宫惩治董小宛，告诉兰贵妃，必定要将董小宛逐出宫去。臣妾遵旨，臣妾这就去传娘娘的口谕去。董小宛，本宫刚才已经跟你说了，在这皇宫里，尊卑绝对不能乱。你替你犯了上的侍女说话，还有出言顶撞我们几位皇妃，你自己也犯了上。打你罚你，那是天经地义，皇上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的。放开！兰贵妃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今儿谁都不能离开。我们来探望董小宛，是领了皇额娘的旨意，教刚进宫的董小宛学点规矩，是我们大家的责任。要是你们中途有谁想要退出，就自己先去慈宁宫跟皇额娘讨个旨意吧。兰贵妃，这董小宛虽然没名没分，但好歹是个主子，咱们可以口头训斥，但实在是无权用棍动刑啊。除非得有皇后娘娘的手谕或是口谕才行啊。容贵妃，我知道你胆小怕事，不愿意承担责任。今天这事儿，就算本宫出面收拾了他。至于皇后娘娘的口谕或是手谕，没准儿一会儿便到了。打！不要！姐姐，你们竟然敢打我姐姐！你们不得好死！住手！姐姐，启禀娘娘，已经杖刑完毕。怎么样？现在你该知道这宫中的规矩和宫中的礼了吧？如今，你是否想出宫去？若失去了现在这个机会，还想没脸没皮地待在这皇宫里，这里将会是你的地狱，你将生不如死。拿冰水来。这。董小宛，
你瞧，这冰水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挨了棍子受了伤的身子，要是再来这么一桶冰水，那可比光挨棍子难受多了。完事之后还会发高烧、打摆子，说不定你小命都会不保。不过，你若愿意乖乖的出宫去，那这些水便也用不着了。兰贵妃娘娘，不就是想赶我董小宛出宫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打死我董小宛，我也绝不会迈出皇宫半步。你想听董小宛唱戏是吗？好啊，我董小宛就用这条命唱给你听。好，赏他冰水。这。我董小宛是真的进了皇宫了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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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来人了！太后娘娘吉祥。太后娘娘，南苑那边情形有些不对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后娘娘，董小宛不愿意出宫，兰贵妃娘娘令人打了她10大罚棍，还叫人兜头泼了一桶冰水，连她的贴身侍女也被打个半死。灵珠她能打董小宛，还泼了冰水。刘光彩，你为何不禀报哀家？太后娘娘，兰贵妃说，她和皇后娘娘是领了您的旨意，教训教训董小宛。奴才拦过劝过，兰贵妃娘娘叫奴才滚蛋，赶走了奴才。奴才没敢走远，一直在旁边等消息。后来不必多说了，哀家知道了。灵珠胆大包天，哀家只是让他们口头训斥董小宛，好让董小宛知难而退。他竟敢擅自对董小宛用刑。奴才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，奴才立刻去查明真相。刘光彩，你立刻去传3个人来慈宁宫，第1个金太医，第2个洪承畴，第3个兰贵妃。这事要另想办法。姐姐，皇公子，姐姐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啊？皇公子，刘公公，姐姐烧得厉害，这会儿都已经说胡话了，
请公公赶紧请个大夫给姐姐看看吧。Coco 小姐，情况刘公公已经知道了，定会请太医来瞧病的。宫里要叫主子，不然乱了规矩又要挨罚。我知道，我也是惊慌吓坏了，多谢公公提醒。Coco 小姐受了伤，下去休息吧。我没事，我身体好，我挺得住。可是主子爱那一桶水，那一桶水才要命呢。兰贵妃可真够狠的，这冰水会引起肺上的毛病，弄不好真会有危险。奴才都奇怪，皇上回来他该怎么交代呀？臣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，金太医。谢太后娘娘。金太医，你是宫中最好的正堂太医。当年哀家生皇帝的时候，是由你接生。哀家生皇帝的时候难产，靠着你的精湛医术和耿耿忠心，终于可以化险为夷。因此哀家一直对你颇为信任，也心存一份感激。太后娘娘言重了，臣能有今日，那全靠太后娘娘和皇上的恩赐。臣对太后娘娘和皇上的恩赐才是感激万分，无以言表。你医术精湛，对于后宫娘娘如何避孕、如何怀孕一道，有研究和独到药术。哀家让你去南苑，给皇帝带回的女人瞧病，其中分量，你明白吗？臣明白。臣又不十分明白，请太后娘娘明示。让你去瞧病，是希望病尽快治好，别让皇帝回来后烦心。但这个女人绝对不可以怀上皇帝的龙种，其中分量，你明白吗？臣明白，臣请太后娘娘放心。金太医，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。还有，用药要小心，不可以伤了病人的身子，更加绝对不可以露出任何破绽。太后娘娘，那臣用药便不可能一步到位了。若一步到位，病人肯定会伤身子。臣更担心的是，皇上万一再让别的太医瞧病，肯定会瞧出破绽来。你把握吧。总之，这件事绝对不可以有一点破绽。这主子醒了，为董主子汤药吧。金太医，主子，董主子没有大碍吧？咱们喝药吧。公公放心，董主子的皮肉上，卑职已经用了最好的禁疮药。董主子的风寒，幸亏卑职来得及时，确保不会伤及肺部。要是再晚来半个时辰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刘公公，谢谢您请神医来，小婉感觉好多了。董主子醒了，董主子醒了就好了。董主子，并非是奴才请了太医，而是太后娘娘得报后十分的焦急。太后娘娘速传宫中最好的金太医来给董主子瞧病。小婉谢过金太医。董主子，您最该谢的是太后娘娘。
卑职不过是遵旨而已。Coco， 你光顾着照顾我了，你用过药了吗？主子，太医给我涂过药了，Coco没事了，好多了。只要主子脱了危险，Coco就安心了。南院的事都知道了吗？回太后娘娘。不，洪大人说的有道理。这董小宛毕竟是皇上亲自带进宫的人，现在受到了如此大的侮辱和刑责，反而豁出去了。刘光才禀报说，董小宛同意出宫，后来却反悔了。这个兰贵妃将事情弄巧成拙，哀家要她解释清楚，为何要动刑打人。太后圣明，臣以为兰贵妃责打董小宛一事，恐怕背后另有隐情。兰贵妃何以如此张狂？老臣实在觉得意外呀。不错，哀家也觉得有些意外。要是说不出各种原因来，哀家一定要治他的罪。当年在盛京皇宫，就是金太医给万岁爷接的生啊。金太医给皇上接的生，小婉失敬了。给皇上接生，那是卑职一生最大的荣幸。董主子请放心，您再服2剂汤药，这冰水引起的风寒即可痊愈。小婉谢谢金太医。灵珠，你为何下令痛打董小宛？你竟然将事情弄巧成拙。皇额娘，臣妾之所以下令责打董小宛和她的侍女，实属情非得已。那个董小宛，她压根就不想出宫，而且还十分的张狂。依臣妾认为，必须要狠狠地教训她，才能让她知道这宫里的厉害，她才会出宫去。张狂？我看你的行为更够得上张狂2字。董小宛毕竟是皇帝带回的女人，哀家没下旨，你怎能责打她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擅自对她用刑，还用冰水，你想要她的命？皇额娘，皇额娘息怒，臣妾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奉了皇后娘娘的旨意。臣妾倘若违了皇后娘娘的旨意，等皇后娘娘恢复了中宫监表，那臣妾也是后果难测，性命难保啊！这是索尔纳的意思，你可有证据？可有皇后的手谕啊？回皇额娘的话，臣妾没有皇后娘娘的手谕，但是皇后娘娘有口谕传给臣妾，她让臣妾一定要痛打董小宛，并将她赶出宫去。皇后娘娘的口谕是贤妃传的，皇额娘如果不信，可以传召贤妃前来问话。其实董小宛刚一进宫，皇后娘娘就已经召集了咱们几位妃子，制定了赶走董小宛的计划。皇后娘娘是亲自点名让臣妾出面收拾董小宛，且要不择手段的。皇后娘娘尚未恢复监表，所以她不便出面。别再说了，你倒撇得一干二净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句句属实。索尔纳真是个蠢女人，你还想恢复中宫监表？皇额娘，臣妾还有一事禀报。去南院教训一下董小宛的事，是皇额娘的旨意。当时大家都去了，独独那静妃称病说起不了床，没有去。据臣妾所知，这静妃并没有什么起不了床的大病啊，说不定还是装病。
静妃称病没有去。她这么大胆，如果哀家查明她在装病，我看她怎么解释。好，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皇额娘，其实，皇额娘您别动气。本来这静妃生性纯良，加上皇额娘您又心疼她，所以她才会如此的不知轻重。依臣妾看，这静妃也是胆小怕事，想当好人讨皇上的好吧。纯良并非这个纯良法，当好人也不是这个时候。过几日你们来慈宁宫请安的时候，哀家要当众斥责他一顿，让他懂得何为轻重。奴才柳二云恭迎静妃娘娘。柳公公请起。谢娘娘。本宫听说董主子生了病，还受了伤，本宫现在想去看望他，不知可否方便呢？哦，方便方便，娘娘能来看主子，奴才真替主子高兴。娘娘，请。云儿，你在这里等我便是了。是。董主子，这位是长春宫静妃娘娘。静妃娘娘。董姐姐，我叫果真，你以后啊便叫我果真妹妹就是了。你是静妃娘娘，小婉怎么能？哎，姐姐不必见外，妹妹知道，姐姐呢是皇上最疼爱的女人，皇上临行前啊可是叮嘱过妹妹的。皇上是跟我提过你可能会来，可我没想到你会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来看我。先坐吧。姐姐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姐姐的伤好了，老妹妹挂心。静妃娘娘，我这侍女扣扣伤得比我严重些，我知道这样有些失礼，但不知静妃娘娘能不能准许她坐下？姐姐，你这是说哪里去了呀？姐姐就是不让扣扣坐下，我也定会请扣扣坐下的。我在宫中无人的时候，我同我的贴身侍女云儿也是相当随意，我呀甚至都不让她自称奴婢呢。姐姐，静妃娘娘真是温厚，没想到皇上竟然有如此贤良的妃子。扣扣，静妃娘娘让你坐下，你就赶快坐下吧。哦。姐姐，皇上跟我说起你这个侍女扣扣，说她性子坦率，天真的要命。我今日一见呢，她果然是性子够坦率，我觉得跟妹妹我颇有几分相似之处。扣扣也是觉得跟静妃娘娘有些相似之处。看来我们一见如故，小婉很开心。可是妹妹来南苑，不怕遭到太后娘娘的训斥吗？实话告诉姐姐吧，皇娘非常疼爱妹妹的，所以妹妹不怕。太后娘娘吉祥。太后娘娘，南苑的柳公公派人禀报，说静妃娘娘在南苑看望董小婉。静妃去南苑看董小婉，这静妃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立刻传静妃来慈宁宫。姐姐，咱们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说点高兴的话吧。好啊。姐姐，姐姐送给皇上的那颗发珠呢？妹妹其实早就见过了。那日啊，皇上把姐姐送给皇上的发珠珍藏在心窝处。从那个时候，妹妹便感叹，皇上对姐姐的感情得有多深呢？要说那颗发珠，还是皇上要我送给他的呢。
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皇上，只以为他是皇公子。我要真知道他是皇上的话，哪会送他什么发珠啊？早就躲得远远的了。静妃娘娘不知道，在江南的时候啊，皇公子在姐姐面前可是淘气，顽皮极了。啊，原来皇上还会淘气顽皮呢。啊，姐姐，看来皇上对你的感情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。姐姐，你都让妹妹好羡慕呢。董主子，刘公公来了。董主子，静妃娘娘，太后娘娘要静妃娘娘立刻去慈宁宫，有话要问。太后娘娘这么快就要静妃娘娘去慈宁宫问话？姐姐，那妹妹先走了。静妃娘娘，一定要跟太后娘娘好好的解释解释，求太后娘娘宽谅啊。董姐姐，你放心吧，皇额娘她很疼我的。果真，额娘让苏娜他们全都出去，你可知所谓何意？臣妾知道，皇额娘是要严厉的教训臣妾。皇额娘让苏娜姐出去，是为了给臣妾面子。臣妾去南苑看望董小宛，惹皇额娘生气，臣妾罪该万死。你既然知道会惹怒额娘，会受到严厉的训斥，你竟然还敢跑去南苑看董小宛？前2日兰贵妃禀报说你装病，没同他们去教训董小宛，额娘便打算当众训斥你，让你知道什么是轻重。这还没来得及，你竟敢跑去看董小宛，你可知天高地厚啊！皇额娘，臣妾去南苑看董小宛，是皇上临行前叮嘱过臣妾的呀。臣妾不敢，也不可违了皇上的旨意。皇帝走的时候，特意叮嘱你看董小宛。是。皇帝真是对董小宛上心呐，怕她在宫中受到冷落。是，皇上极爱董小宛，臣妾去见了董小宛之后便知道，皇上对董姐姐的爱真是超越了对臣妾们的情谊。你管她叫什么？你叫她董姐姐？你竟敢认一个汉人歌女做姐姐？果真，你是真天真还是走火入魔？臣妾失言，皇额娘，臣妾只是见到董小宛之后，觉得很投缘。董小宛见到臣妾，也觉得一见如故。而且，董小宛和臣妾都属于善良没有心机的人。你不仅没心机，是没头脑。你以为皇帝真的让你们成为姐妹，你们就可以成为姐妹了吗？后宫是由哀家统管，皇帝是管不了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是，臣妾知道。臣妾是怕会惹皇上伤心，皇上那么疼爱臣妾，皇额娘也疼臣妾。臣妾只是没有想到，臣妾去南苑看望董小宛，想要与她成为姐妹，会惹皇额娘发那么大的火，是臣妾愚钝。臣妾真是罪该万死，请皇额娘息怒。你呀，你是不懂董小宛进宫意味着什么，会给朝廷和哀家带来多大的麻烦。打！是。你只有把自己打疼，才知道宫中的规矩有多大。皇额娘别生气。
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再也不会去南院看望董小宛了。等皇上回来，臣妾就去向皇上请罪。虽然臣妾两头都难做，但是臣妾一定会听皇额娘的话。臣妾再也不会去南院了，再也不去看董小宛了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是，臣妾不哭了。果真，额娘突然想到个办法，你可以跟董小宛继续来往，也可以跟董小宛以姐妹之情相处。皇额娘，臣妾没有听错吧？皇额娘的意思是，臣妾可以和董小宛成为姐妹。起来吧。是。扣扣，刚才听刘公公的口气，静妃娘娘又受到的处罚，怕是极为严厉的。姐姐，不用那么担心静妃娘娘，明日皇上便回来了。太后即便是再凶狠、再厉害，她总不会不顾皇上的反应，将静妃娘娘打断了腿吧？依扣扣看啊，最多不过是一场训责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真没想到，姐姐和这个静妃娘娘还这么有缘。苏娜，皇帝回宫之后竟然没过来请安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。姑姑，皇上定是回来忙着听奏报，忙着南院的事件。姑姑会让刘公公告诉皇上实情吗？当然是要他告诉实情了，这件事瞒不了的。哀家最怕皇帝会记在心里。朕想一走了之，不在宫中多待一天。不，朕不让你走，朕绝对不让你走。快让朕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。小婉的伤不要紧，现在已经好了，皇上不必再看了。太后娘娘及时派金太医来为小婉诊治，是太后娘娘在关键时刻救了小婉的命。朕听刘光才跟朕说，你在发烧说胡话的时候，一直在喊朕的名字，朕听了很心疼。朕听了真的很心疼。小婉没事，小婉没事。小婉，所有的事情朕都知道了。朕已让刘光才传兰贵妃到御书房，朕以后要亲自审问兰贵妃，定她的罪。对了，皇上回来后，
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请安了吗？朕还没有去。朕现在心情很差，朕怕去了会同皇额娘吵起来。皇上，小婉，朕听了奏报以后一直在想，这次的事情，灵珠一定歪曲了皇额娘的旨意。灵珠的胆子太大，竟敢私自对你用刑，朕一定不会饶过她的。